我今天就代替华师兄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。我这口飞剑叫做坤玉，内设灵阵，剑力玄魂，是我得到奇遇在上古大山昆吾山中到底打不打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28匹玄黄马都拉他不。哼，无知狂徒！你死吧！